你到底在想啥？你明明知影，即摆是上重要的时阵，一点仔小可代志，就叫放大，搁伫记者面前讲迄话话。我伫辛苦正头路，我的生活本来就是安尼啊。不管你有选调无，当初你开家仔路，替大家争取基主权，这是咱的理想。你唔通甲放袂记呢？无权利的人，才需要徛伫家头。我已经毋是迄当时的留学生啊，即摆我无共款啊，我一定选会着。为着要选调，你甘愿安尼牺牲听兄，放杀生活？迄只是规定，为了要赢，我就要放下。